警方唔告馬草泥 ，A 小姐話應該道歉。咁我其實喺今日咧都已經收到警方同埋律政處嘅正式通知，咁就關於我嘅事情咧，就已經其實因為律政處就話因證據不足就不予以起訴嘅，咁所以事情其實就已經告一段落。舊年捲入2宗風化案嘅維園阿哥，尋日上香港人網公佈消息。發生咗咁多嘅事情，其實自己都從中吸取咗好多經驗，咁明白到社會各界對於政治人物嘅道德要求係好高嘅，咁所以嚟緊落嚟嘅日子，我會更加改善自己嘅不足。佢話對司法制度有信心，至於曾經中傷同誹謗佢嘅人，佢會保留追究權利。下個星期日，佢會再戰城市論壇撐毓民。任亮憲舊年12月被指喺沙田非禮同強姦一個29歲女人，同埋喺中區非禮一個19歲少女。受害人 A 小姐受訪話，從來都冇屈過佢，覺得今次法律未能還佢公道。如果任亮憲有良心，應該真心道歉。件事拖咗咁耐，佢都想快啲結束，唔想再活喺陰影裏面。